興正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4月20日在香港成功舉辦興聚香港字頭未來興正國際2026年海外財富管理高峰論壇。論壇圍繞全球資本市場展望、海外大類資產配置、跨境固收策略、AI 投資及量化方法等核心議題，探討新洲旗下海外投資與跨境財富管理的應對之策與破局路徑，依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橋樑紐帶作用，為跨境財富管理行業發展注入新動能。興業證券集團總裁助理、經濟與金融研究院院長黃斌致歡迎辭，他表示，2026年是15+5規劃開局之年 ，AI 驅動產業升級，香港金融樞紐優勢凸顯，興正國際將依託香港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跨境金融解決方案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、香港證券業協會永遠名譽會長、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維宏作主禮嘉賓致辭。他指出，香港正籌備首份5年規劃，將緊跟國家戰略，強化人民幣業務與財富管理中心地位。立法會持續推動市場革新，下調印花稅，優化雙櫃台交易，全面提升市場流動性與競爭力。